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要講嘅話題係婆媳關係。我見到香港01有講關於婆媳關係嘅文章，有好多類型，有奶奶經常不請自來，他們家而發生不滿，又有全職工作兼包辦所有家務，但奶奶仍然諸多挑剔，亦有婚禮前吵架，新郎壓力大想嫖妓，網上問價被發現，奶奶煽風分手也無妨。仲有一單係喺美國，一名37歲嘅華裔女子，疑因聽到白人丈夫表示妹妹即將要來探訪，隨即情緒失控，與79歲白人家姑發生激烈嘅爭執，隨後竟手持利刀狂斬家姑245刀。但今日要講嘅係奶奶經常不請自來嘅故事，因為我有朋友都遇上差不多嘅問題，可以講下。申報我自己冇乜大問題，因為而家係單身，以前又唔同住，一年見幾次，唔啱聽就唔出聲。奶奶佢又唔係好難相處，只係有幾次喺旅行嘅途中，佢兒子無理取鬧地罵人，多數都係鬧我。他會叫我忍耐，但就從來都冇見過佢怪責佢個仔。不過都已成過去。講返我朋友嘅經歷，結婚之後不時同奶奶住，但這間屋係奶奶嘅名下。婚前時老公一個人住，奶奶經常嚟幫佢打理一切，所以婚後奶奶照往常一樣上來。但當時我朋友還有工作，所以冇乜大問題。過咗一段時間，朋友開始發覺房間櫃桶嘅東西擺位經常唔同，就問老公有冇喐過佢嘅嘢，老公就話冇。朋友開始心有不妙，因為櫃桶裏有好多佢嘅私人東西，所以佢就鎖起來。但之後同奶奶見面嘅時候，感覺變得怪怪的。1年後，朋友失業在家，唔使返工，所以瞓晏啲。但奶奶嚟咗，看見朋友喺屋企就會問長問短，叫朋友不用上班都唔好瞓到咁晏，幫手做家務。之後隔日就會上嚟，朋友開始接受唔到，同老公講：奶奶唔需要成日嚟㗎啦，家務我自己做返就得㗎啦，唔使兩頭走咁辛苦。但最終換嚟嘅係唔止奶奶一個人嚟，連老公嘅家姐都經常一齊嚟。說話有時帶點諷刺，亦因這樣經常同老公經常鬧交。知道奶奶要嚟嘅時候就避走出街。我朋友覺得壓力好大，好唔開心，最終都係同佢個老公離婚收場。離咗婚之後反而有返啲笑容。婆媳關係真係一門學問。如果不久之後我自己都做咗奶奶，唔知會點樣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有感想，可以喺留言區留言。喜歡呢條片可以畀個 like 同訂閱，多謝大家。